立槍頭，祝賀當土順利，一切平安。柳營北往地區地勢較低，鄰近集水溪，過去每到大雨就容易積淹水，對居民生活甲路農產業攏影響真大。對此，市府陸續完成滯洪池、抽水站等治水工程，整體淹水情形已經有改善，但受到古蹟因素，原本滯洪池面積大約只有1.7公頃，防洪效益有限。這次得到中央經費補助，透過新的工法，將滯洪池一口氣增加到8公頃，未來會讓大湖港嘅北往社區以及周邊地區的淹水風險。八翁過去由於地勢的問題，還有緊靠集水系的問題，所以說每次下雨就會淹，只有大淹跟小淹的區別而已。但是呢，自從我們設了滯洪池以及設了抽水站之後，淹水的情形大為減輕。不過因為受限於古蹟的影響，所以滯洪池的量體只有1.7公頃。現在我們用新的工法來處理，就是說滯洪池可以達到8公頃，所以讓柳營八翁社區淹水的幾率大大降低。水利局指出，滯洪池擴增到8公頃，蓄洪量會當提升到25萬公噸，並公布擴充北老爺抽水站、新增抽水機、大湖強化滯洪甲排水量能，以因應愈來愈頻繁的一段降雨，打造出兼顧防洪安全、生態保育甲休閒機能的多元水環境。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。